申命记8章1到18节。和本圣经在227页，另外一处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0章10b。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允许的那地。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你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第11节，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钱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久享福。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另外一处在新约约翰福音10章10b，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以上我们请本堂的刘传道来讲道，题目是关心行大运。题目是开心行大运。弟兄姐妹平安。在新的一年，在主日第一个主日的早晨，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主，这是何等的福气！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谢谢你召聚我们，在新的早晨、新的年，主你要赐给我们新的眼光、新的力量跟盼望。主，我们原是看主你的话语，看也看不清，听也听不懂的。主，如今今天早上，你要透过你的话语，主你的仆人的口，来传讲主你的信息。恳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了还能够去行。谢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在新的早晨，神要赐给我们开心行大运。
在2014年，我们翻开所有的杂志里面，都会开始预测未来，因为每个人对未来都有一定的恐惧跟担心。大家都想，我是不是可以比别人先得到那个先机？我是不是可以有好的运气？哎呀，神今天也透过他的话，让我们也能够来转运吗？还是带领我们要转变呢？还是带领我们要来转向神呢？在天下杂志2014年关键字就是转。我不知道你对转有什么想法？在商业上面，有很多人预测，在未来2014年可能要猪羊变色，可能你原先认为的，现在都要不停的转，就像这图画中的这个小玩偶一样，要让你转得你晕头转向。你需要像这个字一样，是一个车，再一个砖。当这世事在变化的时候，在转变的时代，你更需要去专注。专注谁？专注什么？我想今天新年一大早，我们愿意专注在神的话语，将我们的心对准神，这就对了。神要用他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对焦于他，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然喽，绝对不是靠这个人。那么谁能够带领我们来翻转呢？就是唯一的真神。4年当中，我们如何在神要爱你一事当中，今年带领迈向转变？你是不是已经受不了了？像今天的经文一样，今天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生命记》就是再次声明命令。在这过去本来40天的路程，摩西要带领这一群他所爱的，上主所爱的这一群他的百姓，40天的路程，但是在旷野走了40年。在圣经当中，40年、40天，都有一个圣经在我们的意义，属灵的意义上面，4代表着是刚刚好，就是现在，就是时候到了，就是满了。感谢主，2014，神也在这个时刻说：“孩子，好了，满了，刚刚就是现在，就是现在，就是今年2014，他要带领我们来转变。”我们就像那个在旷野中以色列的百姓，受不了了，我再也受不了我自己，我再也受不了我的教会，我再也受不了我这个群体，我再也受不了我的国家有群体的失败感。2014，神要爱我们，要爱你一世，透过他的话语，他要带领我们知道那个先机，掌握所有的资讯，靠给我们手上的什么？绝对不是这个，绝对不是智慧型手机，靠着是我们手上的什么？圣经。这个话语虽然写在这里，但是如今就像今天的经文，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命令，今日，不是几千年前的那个今日，而是2014年的今日，因为日子满了，刚刚好。神要转变我们，转变你我，转变我们的教会，转变我们群体，转变我们的国家，转变我们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存活下去。点新大运的属灵洞察力，我不知道你对属灵洞察力的想法是什么？如果我们按照字面上的意义，洞察力就是在山洞中，只有一个灯光，只有一个光源，在黑暗当中，你能不能沉静下来，看到那个黑暗
走投无路，或者是说你几乎已经迷路，就像在旷野中，你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了40年，绕到我说够了，满了。神要透过他的话语，让我们去看见，可能还没看见，有一个出口，有一灯光，有个属神的灯光，要引领我们，要引领我们走出那山洞，走出那迷路当中，走出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一条路。这属灵的洞察力，在英文讲叫做 insight。那怎么样子可以有 insight 呢？如果我们从一般的学问讲，我们需要有什么？收集资料，我们要有够用的资料，我们还要怎样？有用的资讯。现在资讯太多太方便，但是有没有用，那就不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要有资讯够，我们需要有分析的能力、整合能力，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等一等。在圣经当中，真的他要启示我们，透过每一天的读经，透过我们祷告，透过我们没有停止聚会。今天是大年初三，你没有睡饱饱的，你可能睡饱饱了，可是你很早就到教会来。神要透过这样子不断的，你到神的面前，神要给你那个在山洞中，你的生命是不是在山洞黑暗中，需要一条引导你？虽然你还看不见那个光亮在哪里，但你已经随着神灵带领，给你去盼望。你已经看见，你甚至已经听见那个光芒。光芒是听见的，因为神是透过他的话，透过他自己亲自对你说话，你已经听见，这是一种能力。所以让我们从神所要赐给我们的这个数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非常的大，他的恩典怎么样大呢？是从天上再降下来的这个福气。这个福怎么写呢？福就是这样神部，对不对？好，再来一个一口甜。所以我们开始数下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就像我们有一口甜，说陈导，我没馋呢，我不是馋胶啊，我没有甜，我如何有福气？有，如果你的心里不断数算神的恩典，不断感受到神与你同在，神要赐给你有一口甜，这样子饱足，会甜就是地上会生出五谷的，神要赐福给你。神怎么样来赐福给你这个美地呢？这是关乎着赐给你，这个是1.4亿的福气。也就是说，你有了这一个神给你的这个眼光，你有一口甜，甚至你还没有田地，你没有所谓的这世上的田地跟所谓的资产，但是神要透过他的话语，他要告诉你，孩子，你看我。你看我要赐给你1.4亿的福，你要吗？神早就告诉我们，透过摩西，透过今天的经文，要再次来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非常长，第8章。其实第8章简单来讲，就是会出现一句话，一直出现的，就是你要想起。你要回忆起什么？回忆起耶和华上主怎么样来恩待他所带领的这一群，他要祝福的百姓，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他们，要进入他所赐的迦南美地。要回忆起在这当中40年当中在旷野。首先，他就要来带领这群说：“你已经即将进入40年，够了，满了，要转变了，带领你进入那个迦南美地。这个美地呢，在带领你进去之前，我要再次的告诉你，你要遵行什么？遵行这些命令是要让你能够存活，像在第一节一样，你千万要谨守。所以1亿就要回忆。”
千万要谨守。谨守什么？在第1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我们最近过年都在祝福人家要旺啊，人数增多，且进入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你的那地。应许就是还没到，你现在还不够好哦，将来还要更好，就是神的应许。你难以想象，是超过你想象，超乎你所求所想的。2014，随着神来转变突破，你已经受够的。神说：“你只要遵守我的诫命。”诫命在之前，在第8章之前就开始讲10诫。我们从去年一直在读。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第2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3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其实简单讲就是怎样谨守怎样。第1个怎样？哎呀，你的心里不能只有神，不能有别人啊。简单讲，我的心里只有主你，没有别人。第2个呢，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说，主耶稣要你说，你要你敬拜我的方式来敬拜我，献给我，不是按照你想的。你献给神的不是。神不要你按照你以为的，不，你献给神的要按照神的心意，这是神的诫命。这第2条，你要按照我想要你的献给我的。第3，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什么意思？讲简单一点，因为传道都跟青少年，所以我都讲简单一点的，就是说，你不要口里说的跟心里、跟行的不一样。你不要说主啊主啊，我爱你，但是我行出来的是什么？不是这样，这就妄称耶和华的名。我们要口里、心里行出来的都能够一致。所以这一节经文说，我要谨守什么诫命？谨守神说，我的心里只有神，没有他。我要按照神你的心意，我要来让你喜悦。第3个，我要口里、心里，我行出来的都要是合一的，跟神说，主，我没有说一套做一套，没有，我要谨守。神就说这样子，我要让你存活，而且要祝福。是什么？千万的祝福，就是我们要怎样？好，来，千万的祝福，要千万，还有一个哦，千万要感恩。好，我们千万要数算神的恩典，纵使你遇到了不好的事情，你认为不好的事情，你也要来数算。数算什么？我的日子如何，我的能力也会如何。所以不用怕。数算神给你的绝对是够用的恩典。我们如果会数算，我们就有福气。我们就像我们有一口甜在我们心里，而且神与你同在，与我。第3个千万给我们的祝福是，我们要千万一定要相信。可能你还没有得到，但是你心里就要领受到，就像在经文里面一样。你可能现在还没有进入那迦南美地，但是已经先告诉你，你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应当怎样子？不要忘记我，不要忘记神曾经给你的救恩。遇到不好，遇到你觉得难以承担的事，你也要相信，神必与你同在哦。神你知道哦，这条路你认为是好的，我就来走。只要你认为是好的，我绝对跟你跟到底。第4个千万，神要祝福给我们的就是千万要感恩。在经文第8章11节一直到18节，我们要记得，免得忘记。怎么样子是可以怎么样子我们可以不忘记？就是我们常常感恩啊！每一天，就像那一天新春，我们郑牧师所讲到一样，我们常常一条一条来感恩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一条一条感恩，甚至为未来还没有到的，我们都可以来感恩，先来感谢，先来行出来，感谢神。虽然我们现在很苦，但是怎样，主啊！你应允我未来有属天的，我要感谢赞美你。在我的妈妈原来都坐在中间那个位置，就是穿粉红色的，可能是一对家人。
我的妈妈爸爸本来都来陪伴我，去年11月底的时候做完礼拜回去，他觉得胃不舒服，然后我哥哥就来载他回去台中，去了诊所看以后，诊所医生说：“哦，你这个我不敢看，你去大医院。”当天大医院就不让他回家，就住院。住院以后就发现他胃里面都是阴影，胃干，所以就决定很快。我妈妈快80岁，如果你忘记的话，看我的脸就知道。但是她比我更有气质，她比我身材更好。但是她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她有感恩的心。她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还在挣扎要不要告诉她。但是我们因着我妈妈是一个有信心，她是一个感恩，她会数算神恩典的，她会谨记神的诫命。我们就老实告诉她说：“妈妈，你要不要自己决定？”我妈妈说：“好，开刀。”虽然她会忘记，她说：“好，开刀。”明天又忘记，因为她常常忘记，可能5分钟以后她又忘记。好，就决定了，80岁要开刀，大刀。因为胃要拿些掉，肝也拿一些掉，所以就开刀。开刀从早上12点一直开到那一天晚上9点，才到恢复室。医生拿出来的东西，不是只有一部分胃，不是只有一部分肝，还有整个那个胆。因为我妈妈几年前连肾脏都已经拿一个起来，她都笑说她现在是5脏不全。但是很奇妙哦。隔一天15小时，隔一天中午12点半，你就看到他推着点滴，还有所有的尿袋，那个什么袋，他都说那是福袋，因为他说可以排出来就是福啊。他就在医院里面走了，15个小时，一个80岁的，感谢主，在那边见证了神。医生护士每个嘴巴都这么大，15点钟，有的人还在那边躺，他已经可以推着那个一直走，因为他谨记着感谢神。我还有半个胃，我还有半个肝。我虽然没有胆，但是没胆是好事，没胆那才不会得罪神啊，敬畏神，他是吧？哇，没有10天出院了。要出院那天，医生叫很多人来看我妈妈。他说：“奇迹也奇迹也奇迹，80岁动了这么大的刀，居然很健康的就出院了。所以他出院以后，他就不断的感谢神，每天出去运动。12月31也出去运动，在路边等红绿灯，很赶的一个人，一个女士赶着上班，右转的时候把她撞倒，车子把他撞倒，撞倒以后他脚就伸平，然后把他这样过去。我妈妈说，她只要能走路她缺什么东西都没关系。可是，在12月31，她连走路又不能走了。真的，当她没有办法走的时候，我打电话回去的时候，她就不是那么有精神。但是，他还是感谢神。他说：“安尼可能骨头等到用，跟杨梅同款，我就是杨梅。我在3年前我做过见证，我跌倒以后从拿2根拐杖到4根，记得吗？4根拐杖后来变什么？坐轮椅。你们记得吗？那时候我还没来这里，我的脚是有时候一天会跌3次倒，我跌到哭啊！”第二个主啊，我这样怎么去服侍你？到现在，2013年我来到迦南教会，真是迦南美地，1年可以跌倒的次数，这只手就数得够了，5次而已。所以感谢神，神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我的妈妈昨天初一，我打电话给她说：“你今天有没有去做礼拜呀？”一定爱去啊，那会使无去？啊，咧厝的嘛是听，去教会嘛是听，听去啊！我要互上帝听，感谢神，他也听得懂啊。就是我要让上帝疼爱我，我纵使我很疼，但是我有感恩的心，哎呀，福气就来。
所以我们常常1亿4千万回忆起神在过去当中，你困难当中他怎么帮助你。我千万要谨记神给我的诫命。我的心里只有神，没有他。我要用神你要我的方式来敬拜你，来侍奉你。第三，我要不要口说一套，心做一套？我要口里都合一来服侍神。我要千万要这样，我千万一定要相信神，谨守，千万要感恩数算神的恩典。我千万要相信神。还没临到我的，神已经为我预备，千万来感恩。这是神要赐给我们的今年的福气，1亿4千花完。如果你持续这样做，你这个福气是好。我们来看到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讲到说，我们是旧约的时代，是旧约的时代是怎么样教导我们，在新约一样同样的是持续的。有效，甚至持续的有人来遵行，持续的来完成神爱的计划。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神说怎样说呢？我所赐给你的，让这些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这个在哪里？新约也出现，一个人说过，也是跟40有关系。但这次不是40年，这次是40天。那个人是谁？主耶稣。我们少年的公会有做诗歌啦，耶稣公口做诗歌哈。我们主耶稣也讲过这句话，所以神也赐给我们，不单单是靠食物。所以年轻人会说，所以传道你说不单单，意思就是说还要有别的啦。其实神的意思不是什么。神的意思是说，只要我说，你相信我说的话，因为神说了就是了。你只要相信我说的，我就够了。只要你相信神所说的，你的能力就到达。所以当你心觉得实在是没有不能舒畅，或者是你简直是没有力气。我们的主耶稣在40天也是满了，在旷野中被这样禁食，是不是？他被谁所试探？被谁所试探？被撒旦所试探。可是他胜过，不像以色列的百姓，在刚刚经文里面，出埃及这一群百姓不是40天，是40年都没有学会，但是。主耶稣基督自己在40天受撒旦所试探之后，他讲了说：“我们活着不是只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说的一切。”所以我们说一切就是靠神所说的这一切。主耶稣基督来实践神爱的计划跟拯救，所以他行在这地上3年，然后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有福气，听这些话又相信，然后他升天，所以他就这样吃下什么与我们同在？圣灵与我们同在，因着我们有圣灵。圣灵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什么？气。在旧约的时候，在我们创世纪，我们人因为有上主给我们的一口气，我们活过来。接下来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自己升天之后，也赐下那个气，是什么气？圣灵与我们同在。所以当我们如果在这地上真的有时候在起起伏伏当中真的过不去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的心就容易开。我们心开，圣灵可以运行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来实践神所要我们去往前走的，不管是遇到什么困难。人因为有气息，我们成为有生命的，而且这个生命不是只是一口气在，更大的是神让我们的心能够被神来所影响。我们更多是靠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你说传道，有时候我的日子真的很难，我的心简直是起起伏伏。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一种平安是一路顺畅的？亲爱的大家，你有看过心电图吗？如果心一路顺畅，那代表什么？这好不好？
我们的心啊，让神来带领我们，圣灵来带领我们，心能够打开我们的心，让圣灵进来带领我们，在那起起伏伏当中，神有真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我们只要跟神有和好的关系，平安，我们能够心开，圣灵运行在我们的经文里面，不断的在出现。你的心如何呢？在8章第2节，他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所以神实在是重视我们的心。在第8章第5节，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在接下来心高气傲，忘记了耶和华。再来，你不要心里说，这货才是我力量、我能力所得来的。我们的心要能够开，我们的心需要转向神，我们的心要常常看神，不是看自己。如果我们只看自我，以自主，不是尊主，自主，那么你看的绝对有效，有限，因为我是不完全，是吧？你如果只看我这个不完全，你看自我，你看自己做什么，你看自主，自己要自主，那当然不是不完全。你要不完全的吗？你要不完全的爱？你要不完全的能力吗？我想我们要的是那完全的。谁是完全的？主耶稣。所以我们不要自主为大，好吗？我们什么为大？尊主为大，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圣灵在能够有洞察力。甚至我们就不会忘记神，不看上帝。我们我们最基本是天天嘛，但是传道真的要说，我们要时要心意更新。这个记号是什么？在电脑里面，我们要常常重新整理呀，重新整理呀，好不好？我相信我们可能接下来等一下聚会完要去旅行，最困难的就是整理行李吧，因为每次整理一大堆，又倒出来，太多了，再重新整理一次。我们的心也要常常整理，好吗？我们要心意更新，把不要的、不属神的留在老地方，或者是丢掉。我们的心意常常要更新，一亿4000万，我们就亲近神。我们的心被神所更新之后，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就可以随着圣灵的带领。我们可以开心，然后行出什么？神赐给我们的大诫命。神赐给我们的大诫命，就是要我们怎样？爱就对了，是吧？我们行动，我们耶稣自己说这些诫命，今天的人说你要记得，你要遵行诫命。哇，旧约的诫命千千万万条啊，跟我们的税一样，数不完啊。但是耶稣自己说，所有的诫命，就是总归来讲是什么？就是几个字，就是一个字，什么？爱，爱神，爱人。基督教总归矩能够，那人家如果亲戚朋友今天问你，或者是你去拜访走村的时候说，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什么？你可不可以简单跟我讲？你就说，我简单告诉你，就一个字，那个字是什么？爱。他说一个字不够看啊，2个字的，我挑战你，2个字，基督教2个字的是什么？2个字是什么？爱神爱人的4个字哈，爱是什么？就是关系。神跟我们有和好的关系，我们跟人有和好的关系，我们跟家人好不好？在新年的期间，我们也实践这个诫命，我们去爱，我们再一次看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不是和好。是不是和谐就是有平安？我们跟自己，我们跟家人是不是关系可以好？我们就有从神来真正的平安。所以我们去行动，去实践，我们去爱就对了。怎么爱啊？有些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原谅他，怎么爱啊？爱神啊，神很伟大，我当然可以爱他，但人实在是，爱不下去啊，真的难。去年才。一个南非的总统曼德拉，我想我们都知道他的一个名言，因为他实在被害得很惨，
他被关在监狱很多年，出来的时候，从监狱出来，人家就问他：“你能够原谅吗？”他说：“我走向了自由这条路，如果我不能够宽恕、放下这些，那么我其实仍然还在监狱中。所以，如果我们不能饶恕，不能爱人，其实苦的是我们自己。我们把自己关起来。曾经有一个神学家，他说饶恕，不能饶恕人，就像在你的房子里面有那个小老鼠爬。你们有没有经验过有小老鼠在家里跑来跑去，你要抓都没办法抓它，因为它半夜才会起来叽里咕噜，对不对？你怎么抓它，你就很生气。你恨的那个人，你不能饶恕那个人，就像一只小老鼠在你的内心窜来窜去，让你气得牙痒，你又抓不到它，因为别人不是你能控制的，你能控制只有一件事，对不对？什么事？这神学家说，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你为了抓那只老鼠，把房子烧了，值不值得啊？那老鼠是不是就跑了？但你自己也怎样？损失最大，是吧？所以我们想，哎呀，不能饶恕人，实在是一件很伤的事情，对吧？最伤谁？不是伤别人，伤我们自己。所以我想，我们可能一个方法，把我们内心不要的东西清一清嘛。我们除旧布新，把家里清一清以后，那是不是老鼠就跑掉了？我们的心也要除旧布新，在这新的年，我们的心把它安置好，我们的心打开，圣灵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充满神的气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跟随神，我们爱就对了。接下来呢，神要赐给我们大力来领受他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跟就顺了啦，跟谁我们就会顺。我们想不想顺，跟对人就顺了。我们跟对主耶稣，跟对圣灵，好吗？我们跟就会顺，而且顺的。特别是在大使命，神给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要去传福音，去使人也成为神的门徒。我们可以完成神的大使命。你有没有去完成这些呢？你有吗？有。怎么说呢？因为你相信神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在你的和会手册里面，你曾经跟了这样子做。1块钱能做什么？传道要告诉你，可以做很大的事情。因为在和会手册里，平均起来一个人出不到1块钱。但我们做了什么事呢？这是去年年底，在在我们的青年牧区事工里面，我们有一个感恩爱相送，我们集了很多的礼物。我们不是交换礼物，我们不仅是交换礼物，我们一个人准备2份礼物，1份拿来彼此交换，不限金额，也不限要新的，但是要能使用，而且你认为有比别人更需要这份礼物的这个宗旨、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很多的人来响应，甚至不只是青年来响应。我们集合了很多的礼物，甚至于有人收到礼物交换以后，他觉得有人更需要，因为我们有说社福的单位，我们有稍微去问了，透过许牧师去问，有社福单位他们需要，甚至到少则20-30份，多则这个有200多位需要，我们就收集这些礼物，而且包起来送出去。但是没想到，在过年前我们要送出去的时候，这社福单位可能都已经休息，还是他们认为说可能要到他们现在目前不需要这个礼物，所以我们就紧急联络了我们乡远比较偏远的地区。没想到我们迦南教会所关心的弱小教会，有一个教会叫做大埔美教会，去年9月15号才设立的新的一个教会，因为那里有一个工业区。我跟他们联络，他说可不可以过年前给我们？那时候是过年前，
第3天。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需要有一个祝福，我们紧急送过去。这个教会，我们教会也帮助他们在弱小，他们创设这个教会从9月15 20几个人聚会到现在，今年1月的时候有7个人受洗，现在聚会都是将近50个人，那个教会又快坐满了。感谢主，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在你愿意顺服神所设立的，奉他的名设立迦南基督长老教会，我们一起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就是大使命的事情。我们把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这世界在运转中，世界的中心其实就是在主，我们跟主就对了。我们开心，打开我们的心，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我们的心被圣灵来充满，实行神的这个诫命，爱的诫命，我们可以行出这个大的使命。大的使命之中，神要运转这世界，来最后来成就神要再来的这一个任务。神说他要这句话要在应验，就是他要再来，这世界要运转，这个中心在主，我们只要跟对主就对了。在2014年，神要带领我们开新行大运，而且神要给我们的是福气、爱，跟我主就是了。他要给我们的是满满的祝福，使我们在这地上如同在天上。神的祝福已经在你我的内心。是的，今天是一个开始，是一个关键，是一个转变。神要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应允我们。主，你要我们每天到你的面前，我们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主，我们深知道，主你会在我们每一个时刻，主你拥抱我们，主你要环绕我们，你要带领我们在这转变的世代中。主，我们知道唯一不变的是主你对我们的爱。主，谢谢你在新年第一个主日，主你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新的力量。主耶稣，谢谢主。我们也要用主你的主导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